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9月19號，我係 Anna， 好開心一家人去荃灣食中式正宗潮州名菜，提早慶祝中秋節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我哋一行6人就去咗荃灣明記海鮮潮州菜食晚飯，餐廳係主打中式潮州懷舊菜式。入門口已經見到有大眼雞、烏頭、花蟹、肉蟹同埋瀨尿蝦等菜式，食材都好新鮮同精選，仲有潮州滷水必備嘅滷水鵝、紅腸、墨魚、豬頭肉、鵝腸等等。牆上面仲貼咗大量明星同埋食客嘅照片，相當之多人捧場。我認得嘅呢有方力申。餐廳每日都相當之爆場嘅，想食就提早訂位啦。前菜有花生鹹菜、魚乾同埋紅菜頭都好食，強烈推薦呢個油鹽水浸潮州凍馬友。有咗鮮嫩之餘呢，有淡淡嘅魚油香味，令人回味無窮。都叫咗潮州滷水拼盤嘅，有生腸墨魚、滷水豬大腸、鵝腸、雞腎同豬耳筍。滷水豬大腸入味之餘呢，又好夠腍，墨魚呢就爽脆又夠新鮮，滷水雞腎呢腍滑好食，鵝腸都好爽脆嘅，但係就欠缺咗鵝油嘅香味。呢度嘅滷水食材呢十分之出色，梗係唔少得今日嘅主角潮州滷水鵝啦。秘製嘅滷水汁呢好好味。鵝片呢嫩滑之餘呢，又充滿咗淡淡嘅鵝香味。新鮮炸起嘅炸乳鴿，皮脆外嫩，野味好食，十分之滋味。仲有潮州菜必食嘅黃金炸蠔餅，你睇幾靚？蠔仔大粒之餘呢，又夠新鮮，外皮呢就炸得好鬆脆，裏面就好 juicy。仲記咗非一般嘅海鮮雜菜煲，非常之足料，呢度鮮甜，大大粒嘅帶子，爽口好食。九龍吊片爽口彈牙，又夠新鮮，豆腐都好腍滑。咁美味豐富嘅晚餐，6個人就食咗1440蚊，性價比高，值得一試，不容錯過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